學到太極之後咧，運用喺工作入邊嘅現場係點咧？其實太極咧，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平衡身體嘅平衡。朋友話打太極好啊，咁啊報咗名去學。頭嗰段時間咧學咧，覺得好大壓力嘅。點解好大壓力咧？因為學前面3個動作，第2日咧就前面3個動作又唔記得啦。咁同埋咧拉伸嘅時候啲筋即係幾十年啦，啲筋絡咧同埋啲肌肉啲嘢咧，都一直都唔係中意運動嘅，所以起初嘅時候覺得好大壓力。到後期咧逐漸覺得打到太極之後咧嘅人咧會放鬆咗，咁對五臟六腑啊對身體嗰個好咗，咁所以咧就慢慢其實就中意咗太極，開始研究太極嗰個太極拳入邊嘅太極文化。其實對我咧，我打咗10年咧，其實最重要自己或者最大嘅收穫係咩咧？自己可以放鬆咗。有時睇到現場入邊咧有啲情緒嘅嘢，即係會做得唔好，令到自己有時唔開心，甚至會現場會係批評嘅。但係咧，我覺得打太極之後咧，我就會調整到自己嘅心態，覺得平和啲，即係叫做接受咗一切事物嘅發生，即係淡定咗好多啊！我覺得太極叫做靜同埋平衡呢樣嘢咧，對我嘅生活啦、工作啦，我覺得都係有幫助嘅。特別係平衡呢樣嘢。咁當你係練太極嘅時候咧，你覺得其實做人咧同做事係平衡好緊要。我理解成平衡咧就叫做共贏啦。每一件事都攞平衡點，所以亦都運用到係喺工作入邊做工地入邊咧，就係話我哋叫做將心比心。你當係自己嘅屋企，你問心得唔得？咁咧，其實嗰個平衡點，你嘅答案就出咗嚟嘅。